跟落這美國四大指數拜是收烏，費半指數落4.29%。不過呢，這個台積電法說會財報說不來帶動股市，拜五台積電收在咧2290塊，落180塊。台股也出現有史以來一日落上介濟，收在咧42671點，落2953點。另外呢，這台票換美金收在咧32.288塊，落3.9分。美國全面收烏，費城半導體指數大落4.29%，亞股迎接烏色禮拜五，日股嘛以64141點收盤，大台2694點，台股嘛上演股災，毋若落破季線，閣大落2953點，收佇42671點。今年上半年漲多，而漲多之後呢，其實獲利的一個賣壓蠢蠢欲動。當這一些這個財報公布出來，沒有更多的一個這個額外的驚喜來刺激市場的一個買氣的時候，往往就會伴隨着獲利了結的賣壓出籠。統計台股史上單日路上坐點第一名，7月17單日大落2953點，過來是2025年4月7，迄天收盤大落2065點，第三名是2024年8月5，單日大落1807點。根據證交所的統計，三大法人今仔日同步徛佇賣方，尤其外資賣超金額達到1890億3880萬，嘛創下歷史上大紀錄。個個嘛是攏青順順，以科技股上海，台積電佇法說結束了後，正水的財報，股價也是大落，以2290塊收盤，大落180塊，股匯相殺。新台票兌換美金的匯率嘛同款正軟，收佇32.288，報3.9分。貶值趨勢還沒有結束，之前看起來的盤整區間是31.7到32.2，那破了之後當然走入一個新的區間，但是目前如果外資續賣，然後國際股市還是偏弱的話，那當然外資還是會慢慢往外走。台股第三起落，不過台灣經濟基本面無受影響。今晚大港頭人台積電宣布對美國的投資各計1000億美金。美國擁有世界最先進的原創型的科技，也就是0到1這個部分，台灣非常擅長從1到100，台灣具有絕對的優勢。台美之間呢，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好的互補。但是台股先轉大落，市場分析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，包括獲利了結的賣壓、用資減少的因素，國家市場煩惱休市一天的韓股，後禮拜一個交易了後可能補落，台股底線避險情緒恐驚無法度降溫。記者採訪報道。